2013年呢，就啱啱結婚1個月啦，喺老公就遇到突然冇還禍，急救室燈一着，成個屋企都陷入咗無邊啲黑暗同驚慌之中。佢簽咗一份又一份病危通知書，攞住老公頭骨被拎出嚟，智力退化，半身不遂，就佢要面對醫生口中嘅結局。但係老公一次又一次打破醫生嘅估計，喺絕境中生存落嚟嘅奇蹟帶俾佢希望。但係希望一次又一次俾現實打碎，佢就喺命運開咗玩笑中感受人生起跌，體驗大起大落嘅人生轉變。而當時佢哋已經有咗生計，屋企人驚老公同細路會拖累咗，逼佢落嚟個仔離開老公，重新開始生活。但係佢唔肯妥協，佢同命運同埋父母嘅抗爭中行咗自己咁嘅路。而家12年過去，佢肚入邊嘅 BB 有冇順利出世？咁老公又可唔可以再次打破醫學定論，創造新嘅奇蹟？而佢又會唔會喺時間流逝中對當初嘅決定有冇改變呢？新婚之後嘅噩耗。下晝嘅鄉村小院入邊突然傳出好淒涼嘅喊聲，喊嗰個係個中年女人。佢攞住個老年女人嘅衫袖，跪喺地下求佢救自己細佬。老年女人有冇手足無措，想掙扎又掙扎唔到，中年女人冇力，只好無奈咁僵持喺度。中年女人嗌佢好耐，都冇得到老年女人嘅答應，佢唯有起身行入後面嘅屋，大聲叫滿梅子。呢個中年女人呢叫黃秀芬，佢叫佢滿梅子，係冇細心抱余利，而佢而家佢哋呢個院呢就係余利嘅娘家。黃秀芬放低尊嚴嚟到呢度嗌，係為咗救佢細佬黃博洋嘅命。要講清楚呢件事呢，就要由1年前講起啦。2012年嗰陣，黃博洋同老婆余利經人介紹識咗，嗰陣黃博洋34歲，老婆余利32歲，兩個人呢已經到咗應該結婚嘅年紀，所以好快就訂咗婚期啊。到咗2013年，兩個人嘅親朋好友嘅祝福下，完成嘅人生大事，正式開始咗兩個人嘅新生活。兩個人嘅婚姻生活好幸福，黃博洋對老婆特別好，朝朝早佢都會主動煮好早餐，執好晒佢哋先叫老婆起身。余利每日醒嗰陣咧都有熱辣辣嘅早餐食噶啦，對而家嘅生活好滿足。黃博洋有打牌嘅嗜好，平時得閒嗰陣就會同3、5知己一齊開個牌局。每次贏錢之後呢，佢都會慳住小調同老婆炫耀。咁余利呢，記得有一次老公贏咗幾百蚊啊，好開心嘅話要喺呢啲錢去買對鞋。好余利咧以為老公想要新鞋，就同佢一齊去啲鞋鋪。但係到咗鞋鋪呢，黃博洋就叫老細幫老婆嚟對靚鞋。余利先知老公係想買俾自己。一時間感動到唔知講咩好啦。呢啲小事仲有好多好多，一件件積埋咁，令到余利對黃博洋嘅感情越嚟越深。兩個人結婚1個月之後，喺一個晚上，黃博洋喺收工返屋企喺路上遇到嘅紅燈，咁跟住交通規則安分咁等喺路邊，點知遵紀守法嘅行為竟然帶俾佢一生嘅災難。當時佢距離黃博洋唔遠嘅一個路口度，一架黑色小嘅車突然失控，一口氣撞壞咗3架小嘅車。肇事司機喺意外發生嘅第一時間，佢冇逃走，但係小嘅車經過多次撞擊之後已經出現故障。佢肇事司機踩低油門嘅一剎那，再次失控，全力撞向咗路邊嘅黃博洋。毫無準備嘅黃博洋就喺啲劇痛下失去咗意識。余利接到電話趕到醫院嗰陣，黃博洋已經被推咗入急救室。跟住幾日呢，即係余利就好似坐過山車咁啊，心情跟住醫生嘅話起起跌跌。出事嗰日呢，醫生話俾余利知呢，黃博洋喺頭部呢受到嘅強力撞擊，頭骨已經完全粉碎，一定要做開腦手術。醫生仲話開腦手術好危險。佢哋根據黃博洋嘅受傷情況推斷，就算手術成功，佢都有好大機會變成植物人。余利聽完差啲攤喺地下。但係佢唔想放棄任何一線希望，咬緊牙關簽嘅同意書。黃博洋好爭氣，雖然佢喺手術中被切除咗兩邊嘅頭骨，但係佢哋昏迷過去，奇蹟睇醒咗過嚟。黃博洋嘅情況令到
屋企人咧見到佢，希望咧決定砸鍋賣鐵都要繼續醫嘅。但係黃博洋嘅父母咧都已經60幾歲咧，捱咗大半世嘅佢哋喺手上，佢哋儲蓄。黃博洋嘅家姐同2個阿哥都唔係好有錢，2個阿哥甚至都冇出現過。黃博洋當時為咗結婚欠落嘅外債都仲未還清，更加睇唔出治療費用。余利無奈只能夠賣咗嫁妝，然後又問娘家借錢。就佢一切啱啱有啲好轉嗰陣，黃博洋嘅情況又變壞咗。醫生話俾屋企人知，黃博洋一定要再做一次開顱手術，但係今次手術風險都好大啦，黃博洋有好大機會會成世嘅。余利佢做手術雖然有風險，但係唔做肯定好唔到，於是又咬緊牙關簽嘅同意書。黃博洋再次堅強睇過咗呢個危機，由麻醉中醒咗之後，佢甚至都可以喺人嘅幫手之下簡單咁企一陣。但係就喺呢個時候呢，余利又收到咗一個消息，消失咗大肚老婆。余利呢幾日成日覺得唔舒服，佢照顧老公嘅空檔，佢去睇嘅醫生，然後得到咗一個消息，佢有啲呢個消息令到黃家人低落嘅情緒即刻高漲起嚟。佢哋相信新生命嚟到嚟一定會帶俾黃博洋好運。為咗可以孕育呢個細路，余利再次返嚟娘家求助，但係冇一去就睇返到醫院。余利消失嗰段時間啦，黃博洋嘅父母同家姐黃秀芬擔起咗照顧佢嘅任務。由黃博洋送入醫院嗰日開始，佢阿媽就冇離開過呢層樓。黃博洋喺阿爸經常喺細路見唔到嘅地方偷偷喊，一片又一片睇住注定受苦嘅將來。時間一晃就過咗5個幾月，黃秀芬坐唔住，決定去細心抱娘家揾人。於是就發生咗故事開頭嗰一幕。黃秀芬行入咗余利娘家嘅屋，邊喊邊叫細心抱個名，就冇乜點都揾唔到人嗰陣，一個 F 埋喺房入邊傳出咗余利嘅聲。原來余利俾父母鎖咗屋入邊。余利嘅父母呢，有揀佢自己嘅考慮，佢哋肯定要為自己細路嘅將來嘅。黃博洋嘅情況已經有啲定論，好返都唔可能變返正常人。如果俾余利生低細路，佢哋以後肯定又要照顧大啲，又要養育細個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所以余利嘅父母想叫佢落咗個仔，再同黃博洋離婚。但係余利點都唔肯妥協，佢掛住黃博洋對佢好，想為咗留個紀念，為咗令余利打消呢個念頭，兩老唯有將佢鎖喺屋企。黃秀芬嚟到都帶唔走余利，反而令到余家人更加堅決要睇落嚟個仔。但係黃秀芬都望住呢個細路可以帶俾細路希望，係點都唔會咁易放棄嘅。於是喺第2日咧，又去咗余家。黃秀芬到嗰陣，余利阿媽啱啱由娘家返嚟，兩班人差唔多同一時間入門，都係同時發現余利唔見佢。余利阿媽即刻喺屋企度揾，發現余利淨係帶走咗一個簿，嗰個簿係余利借錢嗰陣用嘅。余母即刻就知道余利去咗邊。余利個大佬見到佢，即刻開電單車帶住阿媽出村啦。佢隔咗村嘅小路度，佢哋見到帶住個肚逐家逐戶借錢嘅余利。余利嘅行為令到余家人好啲，佢哋猛咁扯住余利，想帶嚟走。而余利喺見到黃秀芬之後，即刻掙扎住埋去喺度。余利將借到嘅一啲散紙俾咗黃秀芬，叫佢帶去俾黃博洋。余利嘅行為感動咗隔咗村嘅人，佢哋紛紛上前勸解，好不容易先至安撫到一家人。余利最後都坐住大佬嘅電單車返咗屋企。余利嘅行為令到黃秀芬放心嘅，只要細心抱個心仲喺度，細佬就有得救。但係佢放心咁耐，就收到咗余利求救嘅短信。咁余利話屋企人要夾硬帶咗去落仔，叫黃秀芬去救佢。黃秀芬心急如焚，不停咁跑去幾間醫院，最後嘅婦幼保健站門口見到同大佬扯住嘅余利。余利跪喺大佬面前，佢求大佬放過呢個細路。大佬最後都係心軟啲，佢再強求。余利最後都係入咗醫院，不過佢係去做產檢，5個月啦。呢啲大人第一次見到個細路咁樣，佢喺肚度安睡咁樣子，軟化咗所有人嘅心。
余利帶住細路男想去醫院嘅黃博洋，但係當時智力受損嘅黃博洋似乎唔明白呢張相代表緊咩？堅強嘅女人同破碎嘅屋企。雖然老公已經冇可能康復，但係余利都決定同佢一齊行埋下半世。又過多5個月之後，兩個人嘅女出世嘅。呢個新生命嚟到佢，令到屋企多啲嘅歡笑。女10個月大嗰陣，余利將佢送去娘家俾阿媽幫手諗住，自己就去隔咗城市打工。佢唔敢走遠啊！老爺奶奶年紀大，照顧黃博洋好啲，佢一定要隨時可以返去幫手。嗰段時間呢，余利一日要做3份工，成家5口呢都要靠咁樣。雖然生活好啲，但係余利成身都係幹勁，因為黃博洋出院嗰陣已經可以拄住拐杖行路啦。雖然佢嘅智力仲係睇得恢復，但係睇信黃博洋會越嚟越好。隔幾個月再見到個女嗰陣呢，余利心酸到喊咗出嚟。個女呢，因為營養不良嘅，成個人呢瘦弱弱嘅，頭髮都變成乾枯嘅黃色。就攞過咗幾年呢，個女到咗要返學嘅年齡嘅。余利返咗老家做嘢，將個女送入嚟屋企得40幾米嗰間小學。但係開學咁耐，個女就嘈住唔想返學。余利好有耐性，佢同個女傾咗好耐，先至知道係咩事。原來黃博洋冇出邊練行路嗰陣，成日都會撞到個女嘅同班同學。咁細路成日都笑黃博洋係傻仔，搞到個女覺得自卑。余利知個女仲細，唔可以同佢講太多道理，就幫佢轉咗去市入邊嘅小學。平時余利一邊喺市入邊做嘅，一邊湊女。兩母女1個月返一次老家。2022年嗰陣，余利嘅老爺走咗，剩返奶奶湊黃博洋。黃博洋雖然語言能力受損，但係成日都會手腳並用嚟講頭痛。但係佢哋頭痛冇辦法舒緩，因為嗰個係救命用嘅30粒釘咁作怪。咁喺長時間嘅病痛折磨下呢，黃博洋變得脾氣古怪。佢開始唔肯出街，成日靠食煙麻木自己。跟住時間過去，黃博洋病發嗰陣越嚟越失控，咁精神出現異常。病發嗰陣會打爛晒掂到佢所有嘅電視，俾佢打爛咗5部，台凳都俾佢摔爛，連咗板都俾佢搞到搖搖欲墜。屋企嘅門都剩翻爛溶溶嘅門框。黃博洋阿媽話係咁用拐杖打咗，拐杖打爛佢，佢就用手繼續打，等佢靜落嚟嗰陣，成隻手都刮到血肉模糊。但係喺清醒之後就會忘記病發期間做過嘅所有事，令人冇辦法怪佢。黃博洋嘅舅父攞過將佢送去精神病院，但係黃博洋對各種醫院都好抗拒，一聽到要去醫院就掙扎得好犀利，最後都冇人忍心將佢強行送去。余利同佢嘅婚紗相都俾佢打爛晒，剩翻印咗衣櫃門上咗3張，紀念咗佢以前美好嘅回憶。咁余利講呢，佢哋嗰陣總係笑住，隔咗鄰舍都話佢心大。佢話心細又有咩用呢？愁都冇用，一切唔會因此好返。余利話成日都發夢，夢到老公好返，但喺夢入邊有幾開心，醒嗰陣就有幾失落。但係佢從來呢都唔後悔當初嘅決定。雖然佢身體呢因為 Chan Lan Nin 勞累呢已經出現各種傷患，佢話只要攞到個女就有無限嘅動力。黃博洋都係冇努力嘅動力，咁清醒嗰陣成日都會笑住講愛嘅。會石嘅面珠會笑住用手諗住面害羞嘅，佢令到余利點都割捨唔到。2025年嗰陣，余利個女已經11歲，讀緊小學5年級。佢比余利湊得好好，性格好開朗又懂事。余利話自己從來唔會喺細路面前講苦，佢只想細路開開心心嘅成長。咁呢個可能係每一個媽咪都會有啲心願，只要細路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嘅成長就夠啦。